你在伊生活当中遇到的情况，伊真正自信，伊会自信。所以这个性格，拄好看到你讲，一个计划，就是出建议去分享，讲你研究讲，你再看一个研究的迄个资料，或是讲咱开门的迄个老资料，我看过啦，伊是咱真正的清楚的感觉。哦，后来咱老师讲，我你照顾我，多少主持。你看这咱的性格多少主持，伊一般比较嘛，还有多少主持。伊那老师，伊迄个性格，迄个计划讲，哦，这老师是要这样。所以迄个上由心所变，万法由心所生。哦，这个方面来讲，咱了解了，咱的心态看法上出来，上改变咱思想观的改变，咱的行为了我们可以改变。所以修叫做修心，伊出这个三义上，伊来讲叫做三义上成就的修。在我义中的修道法理，在义中修无上。
多加上心的不如其因素，主义他不好出了。所以修哥是修心，啊，第一个我这个讲，有历史后都请疑心，知疑心请不透心，修哥修心，但是信哪心不够，信哪多心，你如果他修业心一样，所以最好这个咱避免。这种我们才该过去做，最好不如果